师傅，停车！我家就在这儿了。现在也挺晚了，你家里人也该担心你了，快回去吧。不行，我一定要。 师傅，停车！峰峰，峰峰，大人别打脸！峰峰，别哭别哭，是我，你看，是我。联系我也不看八卦杂志，完全不知道你在哪儿。哎呀，别生气了，我这回来第一个见的人可是你，算你还有点良心。哎，不走了吧？不走了，想家，想朋友了，也想回来拍个戏过把瘾。那你听说拐个皇帝不拍的事儿了吗？叶家破产，叶伯父失踪。 叶波只好撤资了，把钱都给了叶伯和家里人。叶家申请了无国界医生去了非洲，那叶波呢？你知道他在哪儿吗？他，我还真不知道。不过总在什么八卦杂志上看到他做头条，说他什么买醉啊、流浪街头啊，还在牛郎店打工。 哎呀，你知道的，八卦记者嘛，就爱无中生有。他怎么可能去当牛郎呢？就他那身材，行啊，他充其量就是只牛宝宝嘛。你别说那些好听的话安慰我了，反倒是我很担心你。我有什么好担心的？我这腰好腿好精神好，吃嘛嘛香。行了，你就别跟我逞强了。 李欢呢？找到他了吗？你还在等他？什么情况？车里的人，请立刻下车！车里的人，请立刻下车！你别害怕，我去看看。好，你去看一下。 喂，小美，我出事了。你没事吧？吓坏了吗？没事，有没有受伤？没有。啊！是我太大意，我没想到生命的路上也会有危险，都怪我。峰峰，你们俩有问题。没事了啊？不是，凤凰，没有。没事了。你没事吧？你牛啊！我真没事儿。睡我。
小心状告太后娘娘，说你欺负人，是你的罪。是。你耍流氓啊你！苍天呐，大地呀，小柳儿的名节可不能毁在你身上！流氓，你在干嘛？是。猪猪啊，猪猪，为什么不回复啊？到国外去读书，居然成了代购小富婆，一忙起来你就不回复我了，是不是？嗨，认识你很高兴。短短一天发生了好多事，期待我们的明天更加精彩。都怪我，是我太大意，我没想到失密的路程也会有危险，都怪我不好。好像每个人都在前进，向前望，开始了新的生活。猪猪去了国外，叶家申请了无国界医生去了非洲，芬妮回国继续发展，好像只有我还在等你。小公狗，我突然间发现，原来爱一个人是很孤独的，但是我依然会傻傻的呼唤你，等待你回复我的那一天。魏星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怎么可能在柜子里会有女人的裙子呢？我居然会舍不得？难道我真的有那方面的问题？不是，我明明很 man，怎么可能是变态或者是异装癖呢？为什么？我怎么想不起来？好了，大哥，你不要再想了，再想你皮肤又开始老化了。给我，给我！你肯定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，说。我的这些癖好，是不是跟我的病有关系？难道我真的是？你脸红了，你有反应？难道我真的是变性人？小朋友，你们都是什么人？你们是在拍戏吗？可是我没有看到你们的剧组呀。拍戏？乞丐吧？乞丐？乞丐能穿成这样？我看街头卖艺还差不多。街头卖艺。站着一身至尊黄袍，如今到了这现代，就成街头卖艺的啦。挺有意思。看什么看？大胆刁民，还不下跪！自乃95之尊，还不下跪！你们怎么能这么嘲弄皇上的？岂容你们这些刁民嘲弄！喂，他们怎么穿成这样啊？嘿嘿，所谓入乡随俗。
我们要变身，变身，变身。